喺個亂世之中睇戲咧，永遠係恐怖片最受歡迎。有兩個原因，第一，因為嗰個社會氣氛惡劣，人咧要買張飛入戲院咧去追尋逃避。第二，對於無論咩年齡同埋社會階層，生從何處來，死往何處去，永遠係人生終極嘅謎團。咁不過呢，呢一出戲呢就叫奇，佢就唔係話淨係故弄玄虛驅魔人空笑咁，佢係由通識同埋呢個人性嗰角度呢，嘗試去尋找呢啲呢妖魔鬼怪背後嘅秘密成因。中國嘅文字裏邊咧，對於鬼嘅形容同埋鬼嘅名詞特別多嘅。除咗奇之外咧，仲有最常見嘅呢4個字叫魑魅魍魎。咁呢啲咧都係4種唔同嘅鬼嚟嘅。係咪有啲咧喺山澤之間出沒，有啲咧喺林木之間咧係一陣好淡嘅影，有啲咧就係石精。連石頭都有鬼㗎，係嘛？有啲咧亦係咧近水嗰度咧，亦都有咧水嘅鬼出沒。所以呢個魑魅魍魎後來咧，即係有唔同嘅定義，係嘛？到底乜嘢係山鬼，乜嘢係水魂咧？到後來就泛指嗰啲唔三唔四嘅衰人。咁可想而知咧，中國嗰個鬼嘅文化咧，由春秋戰國開始係非常之豐富。